靈修分享日期2025年4月2日，經文民數記8章14至26節。上帝揀選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頭生嘅，將佢哋當作搖祭獻俾上帝。利未人要潔淨自己，站喺亞倫同埋佢嘅兒子面前，然後進入會幕辦事。利未人從25歲起就辦理會幕事宜，到咗50歲就停工退任，但仍要為會幕協助，同佢嘅弟兄一同侍奉。昔日上帝容許利未人到咗50歲可以退休，並協助會幕嘅侍奉。原因係利未人喺會幕嘅侍奉都係粗重嘅搬運等工作。時至今日，教會除咗係受薪嘅同工外，基本上各項嘅侍奉都係冇確實嘅退休年齡。原因唔係佢哋係非受僱或義工嘅身份，而係教會嘅侍奉係我哋基督徒嘅生命。上帝的神能已把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，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上帝。彼得後書1章3節。阿們。